脸书24日表示，他们封杀了一群运营该平台向海外维吾尔人发送恶意软件连接的中国黑客。他们透过提供恶意软件连接来感染海外维吾尔人的电子设备，借此来监控这些维吾尔人。脸书指出，该黑客组织使用虚假账户，冒充虚构的记者、学生、人权倡导者或维吾尔族社区成员，以此建立与目标之间的信任，诱使他们点击恶意连接，在他们的设备上安装间谍软件。脸书还说，黑客使用貌似维吾尔族和土耳其热门新闻网站的地域名，建立恶意网站，并入侵目标访问的合法网站。脸书还发现，这群黑客创建的网站模仿第三方安卓应用商店的维吾尔族主题应用程序，如祈祷或字典相关的软件，但这些网站上的是恶意软件。脸书指出，目前遭这些骇客锁定的维吾尔人不到500人，大多居住在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美国、叙利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周二就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联手制裁中国政府破坏维吾尔族穆斯林一事发表声明。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把中国委员会这种行为定义为反人类罪。佩洛西表示，拜登行政当局协调实施的制裁中国行动是在追究中国对维吾尔人采取的野蛮暴行责任方面迈出的坚定而明确的一步。这些制裁措施非常清晰地表明，美国和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保护维吾尔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受中国侵犯。他说，这些暴行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必须采取行动。他指出，这些制裁措施是依据美国国会两党做出的追责北京的法律做出的，其中包括《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维吾尔人保护法》和《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美国对中国在东突厥散和西藏、香港人权议题上都有批评。现在北京也发布报告称，美国才应该正视自己的人权状况。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三3月24日发表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就种族主义、金融不平等和美国联邦政府对武汉病毒的反应提出质疑。这份报告旨在反驳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的指责，批评美国不仅自身疫情失控，而且与之相伴的还有政治失序、种族冲突、社会撕裂。这份长达28页的报告中提到了疫情失控、民主失序、种族歧视、社会动荡、贫富不均等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日在北约的演说中对盟国说，美国不会强迫他们选边站，但呼吁盟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共同采取行动，并重申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美国不会强迫盟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布林肯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表示，这是布林肯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首次欧洲之行。他们在积极设法削弱国际体系规则以及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共有的价值观。布林肯谈到中国时表示，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实现我们对国际秩序的积极意愿，我们有信心在任何领域都能与中国竞争。各国可以在可能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布林肯表示，他指出气候变化就需要同中国合作的领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三公布了一项临时罪证修正措施，执行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证明不受外国政府实体控制或拥有的规定。前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旨在防范连续3年未能遵守审计要求的公司在美国证券所上市。该法律预计将影响阿里巴巴、百度和中国石油等公司。此外，法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是否在外国政府的控制之下。